着社工一起出去访视，然后会参与一些就是专业的研习课程，那也有实做一些案例，就是撰写一些真正的个案记录。我是在观光旅游局风景管理科。其实我们那个科负责的东西蛮多，就是有活动类的还有工程修缮，所以方向都不太一样。时候你是没办法实际接触个案的，然后很多都是只传授一些理论的部分，这些所上的到底是到实务界是否真的用得上？然后你到实务上，你会发现其实跟实务上的接触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都是比较表面。就是书上教的啊，可是我们在这边学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去现场看，所以我们会看到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去那些工程啊，因为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坐在办公室内，但是在这里就是要跟他们出去，然后去爬山啊。因为我们做职安的，所以其实我们会想要把，就是在所有职业上，会想要把他们的安全跟卫生做到好。就是我很讨厌爬山，但我同事都跟我说不会，很短。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就我们去的那天就下大雨，然后我跟我同事说会不会有蛇？就是去之前，那我同事就说不会有蛇。结果我走跑到一半，然后我就这样子有蛇，然后我同事在我前面尖叫。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暑假即将结束，但你知道吗？在这个暑假，有一群年轻的力量进到市政府，协助各局处的工作哦，而且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新气象。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广公部门实习，今年更首度媒合了127位来自32所大学不同科系的学生，进入市府协助市政的推广。对青年学子是非常难得的经验，而对市府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回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研考会戴主委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戴伟俊。这一次呢，我们暑期的实习呢，总共有32所大学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32所大学包含了北部，然后也包含了中部、南部，然后甚至包含了东部，所有的学校都有来参与了。那我们这次呢，实习生总共有127位。那分别呢，他们在动保处、在社福机构，也在研考会，还有劳工局。最重要的是呢，他们也参与了市长的一日的幕僚的活动。我们虽然教了他们非常多了，可是其实他们也反馈非常多的意见。给我们未来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翁，我们也想多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那这个活动我们会继续，那也欢迎呢有兴趣的同学，只要看到我们在招募的时候，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嘅欢收看8月31号礼拜一嘅中嘉台南电新闻。面对美国猪肉将开放进口，上午伫议会临时会开议头一天，引发议会国民党团强烈批评，嘛要求市府落实食安治理条例稽查，确保社会安全甲农民权益。中央宣布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引发在野党强烈反弹。上午议会国民党团除了举办记者会，发出挺谢农民总统落台口号，嘛要求市长黄伟哲遵守议会无分蓝绿所决议食安条例所规定的3肉精零检出，都是因为今仔日拄好是议会临时会开议。会中侪蓝营甲无党联名议员伫议事厅嘛拢纷纷表态反对。甚至议员公布最新民调，有超过73%的民众反对美国猪肉进口，所以呼吁市长唔通配合中央，却甲全民为敌。比较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73.7%反对美猪，反对美猪，反对美猪。市长，您是要跟傲慢霸道的蔡英文站在一起，还是要跟全国乡亲？台湾人站在一起，咱讲要保障咱各中国小囡仔袂含食着所有种食品，咱要保障是要怎保障？互恁做了后，较早若讲做贼，恁即马是强盗啊！有人安尼的吗？啊，佮硬要拗落去，我
过去的农药袂当啉，即摆农药会当啉。恁这党是什么党的啦？啊，要甲人民，要甲海有事的哦。美猪开放进口以后，一定会冲击我们台湾猪肉的价格，造成我们的猪肉价格的崩盘。那市长在这边也希望你到时候要回应一下，要怎么带着我们台南市的猪只养殖业者们来度过这个冲击。反对瘦肉精食品，反对瘦肉精美猪美牛，反对瘦肉精美猪美牛。即民进党团总召柯丽丽也回应支持小英总统所讲的时空背景无同，希望交予市场的机制去自由选择。政党政治就是责任政治了。今天蔡英文总统他要发布这个新闻，我相信他有他的判断力跟他的责任心，他必须要来跟国人讲清楚。那再者，台湾为什么说过去跟现在时空背景不同？那我们今天开放的这个自由市场，让消费者去取舍。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台湾人现在的防疫的知识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能吃，与其让代购走私透过其他的管道进来台湾，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关，不如我们就是开放它进口。对此，市长回应，议会伫106年制定食安自治条例以后，市府拢有咧执行检验，到达3档外来，不管境内境外，拢无检出问题。嘛宣示营养午餐一定要求使用国产猪肉。对于未来对于猪肉的部分，我相信刚刚我们卫生主管、卫生局的局长，还有农业局的局长，还有教育局的局长，我们已经再次借着这个神圣的议会殿堂，跟各位做宣誓。我们在营养午餐的部分是要求不管有没有含瘦肉精，我们是只用本产猪肉，而且当然是不能够含瘦肉精，不含瘦肉精的国产猪肉。那对于这个其他的部分包括团膳，包括军人的部分，我们向国防部反映，军人团膳也建议使用国产猪肉，不含瘦肉精的猪肉。那至于其他公司行号，我们会请经发局跟各公司团膳的这个负责人以及公司负责人来建议，来举办座谈，要求他们来这个使用这个国产猪肉。会中市长面空向社会交代，民进党开放美国牛、美国猪肉，伊的态度就希望用严格检验，替市民健康来把关，无希望佮引起市民的烦恼，甚至对本土猪农的冲击。台南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美国猪肉进口市场黄伟条坦承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不过为了降低民众的顾虑，伊特别整容餐厅替店家打上本店使用国产猪的标章，嘛欢迎店家餐厅拢来申请，让消费者会当分别。同时，市府嘛将加强稽查，一旦违反食品安全，或者是甲标章并无符合，就会开单。当中央决定进口美国猪肉事件引发食品安全顾虑的同时，为了让消费者安心食用，市府已经超前部署，先制定国产猪肉标章。下晡市长特别来到合格申请的中餐老店来宣传，并且正式打上标章。认为除非是消费者家己爱食外国猪肉，也无拢是大力推荐在地猪肉，请市民任何清楚。台南市要超前部署，针对台南市的各餐厅、团膳还有营养午餐，我们还是只使用国产的猪肉。那外国的猪肉，不管是不是有含瘦肉精，我们都还是优先使用国产的猪肉。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我们是说坚持使用本产的猪肉。那希望说各位店家各位消费者，如果看到这个标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放心的进去里面消费，除非你自己一定要吃外国的这个猪肉，那我们就予以尊重。会中市长甲卫生、农业、经济发展等相关局长拢到场来品尝麻油猪、红肉等济猪肉料理，嘛强调市府一定会无定期稽查食品安全，参照来客多巴胺到零检出等卫生安全标准，一旦有无合格，得取消标章。对此业者嘛强调，
台南人上竞争，一个口味无同就拢知，所以袂为着节省成本，用外国的猪肉来拍歹名声。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水利会被政府认为是地方派系所掌控，所以农委会10月1号特别改制成农田水利署有关派，于是各地水利会纷纷发起自救会。全国嘉南自救会嘛，伫议会国民党团等各界成员批评政府无经过合法的征收，就将农民的水权甲财产变成国家，根本是违反宪法。议会等各界为了成员农田水利会将被消灭议案，上午伫议会临时会开议期间，由律师出身的议员陈坤和等人带头发起。9月1号将向台北高等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申请加处分。会中前担馆长所反对，嘛以律师的身份，认为小英政府将水利会改制已经是单纯官派问题，而是农民水权甲财产被没收的严重。这个不是官派的问题，这个是消灭水利会的问题，而且是把水权没收水权，然后没收财产，所以是一个空前的一个100年的一个很严重的违宪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一个法案的那么我们现在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定暂时状态假处分，那也提起释宪。然后呢，也会提起行政诉讼，那么会赶在10月1号阻止农委会设立农田水利署，阻止农委会成立农田水利署，阻止10月初伫这个嘉南水利会去挂牌这家的水利处。为了阻止农委会10月1号将以农田水利署甲17个农田水利处来正式挂牌，强制没收水利会水权甲财产，会中大家认为已经不是水利会问题，而是违反民主、违反宪法，爱诉求全民关心。民主制度的阵来去改做极权的制度，竟然不是台湾应该的啦。所以这是全民的代志啦，不是嘉南水利会，还是什么水利会的代志啦。第一点，第二点的是所有的投资，我头我讲，敢若嘉南水利的会员，到即摆已经投资差不多1兆的物件啦。我用那个迄个政府迄时阵，少量的1毛都不够。我唔知影，阵农委会主委读农经的是咧读啥？政府即马定咧讲，咱像水利会，互政府补助足济，所以水利会咱像咧欠政府。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过去很多政府不管是环保的排水，或者是废弃的水，很多在台风的时候，这的水是惊什么人的水路，所以若要算这个小啦，政府可能搁爱甲水利会租这个水路的使用权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理解，水利会没有欠政府，是政府欠水利会。现在这个不是改制，而是如同苏焕智学长讲的，是一个消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尽最后的一个努力跨界让大家懂得来。反对消灭水利会，反对没收财产，反对没收财产，反消灭，反消灭，反没收，反没收。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关闭社区发展协会30号举办亲子同乐会，邀请你来大小朋友做伙同出来做好食佮好看的点心。会中趣味活泼的活动，嘛现场充满幸福的滋味。北区完美里30日有一场充满亲子欢乐的甜美活动。该社区发展协会特别规划甜点制作体验，让亲子做伙动手，完成属于家己家庭的幸福滋味。立法委员陈廷辉、议员陈义丁伫活动当天也亲自来到现场，甲民众同乐。今天所办的就是一些亲子活动，当初我要办也是从前年就开始来筹划这个活动，因为我们真的社区蛮多的小朋友。我想说，因为需要给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当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就来筹划这个活动。咱的里长嘛李处长特别安排咱这个亲子做蛋糕因为每一次如果办亲子活动，包括我之前办很多菲菲姐姐的亲子活动，其实都非常的踊跃，因为现在真的少子化之后，每个爸爸妈妈其实都陪着
小孩子一起成长，也希望说能够给他们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活动空间。我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可以知道我们里长乔珍里长非常用心，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日。那也期待说未来有更多类似的活动。那我们怡珍跟婷飞也会跟里长这边一起来努力。立委跟议员还有里长的用心举办这样一个亲子烘焙的一个活动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想这是属于亲子间的很可贵的一个回忆啦。充满趣味的体验课程，每拢让真侪亲子家庭一再回味，连续多年参加。那你是第几次参加这活动？第2次。那你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玩？你来这边玩好不好玩？好玩。你们是第几次参加？第2次哦。你觉得哪里最有趣？增进一下亲子之间的关系陪小孩一起体验那个做蛋糕的乐趣。完美里长侯乔珍连续3档举办亲子同乐的活动，得到真侪社区里面的支持。未来也会持续办理类似的活动，欢迎有更多民众做伙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气温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风花树头尾。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甲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所合作举办的系列讲座，29号开始登场，预计规划6礼拜有6场的防疫知识、健康养生等等的资讯。会中邀请各界专家学者以座谈的方式甲民众分享，也欢迎大家踊跃前往参加。109年健康新世界系列讲座。第1场座谈伫8月15日登场，邀请市立病院东镇医学部医生周登伟演讲防疫的观念。8月22日，邀请江梦成律师畅谈消费者应该爱注意的权益。8月29日，由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黄玉文教授分享药补不如食补。精彩的座谈内容，互参加民众拢表示收获满满。会有帮助，非常有帮助。今天才来参加，多了解一些，深知道怎么去怎么去煮东西。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的一个健康讲座活动，由我们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来承办，我是承办人张老师。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健康讲座，一共今年推出了6场。那都是邀请各领域的学者专家来帮我们做演讲。那讲题呢，其实非常的契合民众的一个需要，有健康啦，有法律啊，有环境的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场场都非常的棒。我们很诚挚的邀请大台南地区的朋友，还有外县市的朋友，你们可以利用周6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10分。来台南市文化中心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讲座，绝对让你们收获非常的满，非常的满意。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这个讲座哦。健康讲座9月5日，嘛有邀请市立病院心脏内科刘立伟医生演讲心脏疾病的防范。9月12号，嘛有邀请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黄焕章教授主讲地球暖化甲健康。9月19日，由卫生福利部嘉南疗养医神经内科医生颜世清演讲，打开心内的窗，甲大家分享如何强化身心健康。主办单位表示，所有的讲座拢是唔免报名，而且免费，欢迎市民踊跃入场，学习健康的新知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暑假期间，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去夏令营学习，不过对着弱势学生来讲，就较无机会。所以阿诺妇幼关怀协会就针对这群学生规划了多元的课程，同时嘛，甲上主青三广网有线电视合作，将伊所有的记者甲主播的体验课程做完整的成果发表。成立13档的阿诺妇幼关怀协会，主要关怀对象是社区内单亲或者是外籍配偶家庭囡仔，提供课后辅导、团体用餐等免费服务。伫暑假期间，嘛规划各种在地课程，予小朋友参加学习。特别是今年更首度甲上主青三广五有线电视合作，并邀请资深媒体人黄佩珊老师教导小朋友采访的技巧。互因担任记者来播送家己的学习成果。这堂课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主播的知识呢，还有也提升自己的自信度。也上课之后，我也蛮想要当主播的。让我体验到很多事情，让我学习到很多我没有学过的东西。对，很棒。这一次有双子星啊，来不叫他们主播啊，所有可以用的资源我们都会尽量用。原则上还是要把小朋友照顾好，让他们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不要去变坏了，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宗旨。协会目前总共辅导30多位学生，透过爱心甲耐心的陪伴，让小朋友伫学习阶段袂行歪学歹，嘛让家长会当安心工课。这款的付出，嘛得到社会上真侪个人以及团体的肯定，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酒店业者看准现在户外办婚礼流行趋势，特别给海岸边帆船、游艇以及婚纱业者推出真特别的浪漫海洋婚礼，将新人婚礼证婚刷到岸边游艇港口等创意活动，也为新人打造难忘的海洋婚礼。为了让新人有一场上特别的婚礼，大屯中央酒店今年特别联手帆船业者以及婚庆业者，共同推出梦幻海洋婚礼专案，为新人规划出户外证婚、帆船婚纱、海上 party 等多项的服务，而且饭店更推出喜宴的搭配优惠，要让准新人做选择。这次饭店特别突破传统，邀请安平的游艇帆船业者，以及婚礼界各界的婚礼人来共同打造这个梦幻海洋婚礼喜宴专案，希望提供更多新人帆船证婚、帆船海洋拍摄以及帆船派对这样多元的选择。饭店现在是18999跟20999跟22999的喜宴专案，那只要新人下定，我们就可以赠送帆船证婚的优惠专案。饭店伫29日更举办梦幻海洋婚礼博览会，邀请珠宝、喜饼、西装、影像制作等公司共同参与，吸引不少准新人参加。其实都还看起来都还蛮实用，感觉几乎都用得到。就是蛮向往像有海这一类型，就我们拍婚纱，我们是去垦丁拍像有海这一个比较自然。对。所以他们这种商品，你们会有考虑吗？饭店业者拍传统，为准新人规划一场户外海洋婚礼，相信一定让参加的新人甲宾客相当的难忘。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以上就是8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